也係一台提做搜救任務嘅直升機下駐插配的，也飛機航有3萬人。隸屬於空軍總隊嘅一台救難直升機下駐對上天門出發去舞台提做救災任務嘅時節，嗰種因為天時唔好，衝到山壁插配的。空軍總隊也派出救援小組，也發現呢有3萬人，更加係發現個無生命跡象嘅，來看伊嘅希望呢，因為還有上岸嘅機會。早上一早就開始在實施救援。那昨天的天氣比今天差，今天天氣好，所以我們是也祈禱哈，上個天就是說雨勢不要下啊，給我們更長的時間。來時哦 ，OK。談到救災直升機跌下來嘅消息，已經兩日冇好好休息嘅救難中心嘅指揮官，可能要喺阿別喺個鼻上叫嚟出來。講到這輛出事前嘅直升機係地點下晝3點30分嘅變呢，而係偏東舞台韓國3天門之間執行送物資嘅任務嘅時節，從因為天氣嘅關係，從山壁跌到後巴度，兩地非常簡單有3個機組人員，包含嘅正駕駛張順發、副駕駛汪宗理、韓國機組長汪偉志兩300人全部失聯。無論佢風災影響台灣，小船嘅工作還蠻穩陣，然後又出現救災嘅人員，因為執行任務嘅時節發生意外。發消息以前3年前來協助救難嘅軍警人員，就算聽到難唔得，不過喊係唔言表態。其實我們也非常關心所有的民眾那我們也祈禱大家能夠配合我們政府單位相關單位在實施救援那希望說我們祈禱他們都是平安的那每一個人的心裡都是一樣的先拜託大家以上由香港民政物資經送上直升機協助救難嘅救難人員，在天然直升機到底係進入載機，救護人員冇顧自家嘅安全進入載機，發揮愛心、發射愛、做太愛，全力搶救載機嘅同胞。客家新聞綜合報道。